香港跨境桂林旅遊專列正式開通 ，Trip Live 特別推介桂林性價比 Staycation 酒店。一、陽朔3000里君蘭度假酒店，位於桂林陽朔縣興平鎮，步行可輕鬆到達地標漓江山水，周邊有九馬畫山、黃埔倒影、總統漁村等著名景點。歸田園陽光雙床房包含膠囊 coffee 機、mini bar、小院陽台，一晚包早餐送3000里景區雙人門票，驚喜價低至741。歸田園陽光大床房含 mini bar、陽台，2晚連住包早餐，送雙人3000里景區門票，雙人網紅小火車體驗券，限時驚喜價低至1271。二、桂林融創斯柏角酒店，位於桂林融創國際旅遊度假區內，環抱於47萬平方米山水美景，暢玩融創海世界、融創水世界、歡樂部落、漓江後海商業小鎮，50平米園景陽台大床或雙床房，2晚連住包早餐，限時驚喜價低至1059，送海世界門票，雙人騎行體驗外景跟拍，住宿券到期未用自動退款，使用前亦可以隨時退款，記得 click 評論區 link 睇啦。